Just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为台湾信众传授四臂观音无上密灌顶；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悼念戴安范斯坦参议员逝世；达赖喇嘛尊者祝贺2023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慰问印度西金邦洪灾灾民；司政边巴次仁首次访问拉丁美洲国家；外交部长诺增卓玛为西藏政策研究中心新书揭幕；藏人行政中央隆重庆祝圣雄甘地诞辰154周年；欧洲议员代表团访问印北达兰萨拉；前荷兰议员埃丽卡斯普拉斯特女士访问西藏人民议会；欧盟敦促中国履行国家和国际义务；美国犹他州藏人协会拜会前国会议员斯图尔特；驻澳洲办事处参加墨尔本中秋节团拜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因台湾佛教信众的共同祈请，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原定于10月2号至4号为期3天，针对台湾及全球华人信众，在印北达兰萨拉大乘法院讲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菩提道次第摄颂》和修心7义，并传授四臂观音灌顶。由于达赖喇嘛尊者医疗团队的建议，尊者因感冒需要休息，因此将10月2号至3号2天的法会祈请，由藏传佛教格鲁派第104任甘丹赤巴罗桑丹增仁波切开始。第3天的四臂观音无上密灌顶法会由达赖喇嘛尊者主持。尊者在向台湾信众发表讲话时指出，他在一生中遇到过许多困难，但没有一个能扰乱内心的平静，并且强调科学家所说的拥有一颗宁静的心有益于健康和福祉是正确的。菩提心不仅能实现自身的目标，也能实现他人的目标。如果能精进修行，将会获得一个宁静的心态。另外，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任期最长的第一位女性参议员，西藏人民最坚定的朋友之一戴安范斯坦女士于上周五9月29号不幸在华盛顿的家中逝世，享年90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在闻悉噩耗后，分别致函逝者亲属，表达悼念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上周六写给参议员戴安范斯坦办公室主任詹姆斯·索尔斯先生的调研信中，对范斯坦女士的离世向她的家人和亲友表达了由衷的悼念和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调研信中回顾了1978年与逝者范斯坦女士进行的首次会面，并且对她坚定的友谊和支持西藏表示感谢，以及为她祈祷。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写给逝者的女儿凯瑟琳范斯坦的调研信中，对逝者表达悼念和慰问，并感谢逝者生前对西藏人民坚定不移的支持。与此同时，位于美国北加州的藏人协会于上周日举办祈祷会，悼念戴安范斯坦参议员。同样，纽约和新泽西的藏人协会也向西藏人民最坚定的朋友致敬。此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0月3号致函匈牙利科学家卡塔琳·考里科和美国的德卢维斯曼，
祝贺他们荣获2023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奖。尊者在贺函中指出，2名获奖科学家开发的开创性技术促成了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生产，并进一步强调，他们的工作为科学研究如何为全人类的福祉做出真正贡献树立了榜样。另外，印度东北部的锡金邦提斯塔河谷于本周二10月3号晚间因强降雨而突发大规模山洪，造成至少数十人失踪。达赖喇嘛尊者在得知这一灾讯后，于次日致函锡金邦首席部长普雷姆辛格塔芒，对该邦因山洪爆发而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达慰问。达赖喇嘛尊者在向锡金邦的灾民表达慰问的同时，强调已经指示达赖喇嘛信托基金为灾区的救援工作提供捐款，以表达对锡金人民的声援。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五9月29号离开达兰萨拉，对巴西、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美国进行访问。在离开印度前夕，司政边巴次仁于9月30号在德国佛里德里希脑脉自由基金会南亚地区办事处的组织下，在德黎会见了由奥地利和德国的7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司政于10月1号抵达巴西，正式展开对南美洲国家的首次访问。受到藏人行政中央驻南美洲代表金美次仁、西藏之家的佛法导师仁青青肉和支持西藏人士以及各界民众的隆重迎接。在访问圣保罗的第一天，司政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长寿博览会和论坛，并会见了巴西国会议员费尔德曼和桑托斯，讨论了西藏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关切的优先事项。下午，司政参观了西藏之家，并接受了巴西媒体印度之眼的采访。与此同时，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一10月2号参观巴西圣保罗州立法议会，并拜会了议长安德烈多普拉多和副议长吉尔迪苏德兹及相关议员。在与圣保罗州立法议会的正副议长及议员们举行会谈期间，司政呼吁州议会领导层在做出与中国相关的政策和决定时，应慎重考虑并承担责任，并进一步强调，巴西等民主国家在与中国同行接触时，应在倡导全球环境安全以及维护人权和自由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正副议长对司政首次访问巴西表示祝贺，并对和平解决旷日持久的藏中冲突表达了支持。在会议结束后，司政边巴次仁参观了圣保罗市政厅，拜会了圣保罗市人权秘书长索尼哈·法兰辛和气候变迁执行秘书长吉尔伯托·纳塔利尼。随后，司政访问了圣保罗大学，并就流亡中的西藏民主及与西藏文化认同相关的问题发表演讲。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下属的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于本周四10月5号为新书《首届中国与国际的政治变局：希望与挑战》研讨会论文集举行了发布会。外交部长诺森庄马女士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新书发布会。这本论文集是今年6月上旬西藏政策研究中心在印北达兰萨拉举办，主题为中国与国际政治的变局：希望与挑战研讨会全体与会者所发表的观点与论文。此外，藏人行政中央于本周一10月2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总部隆重庆祝了圣雄甘地诞辰154周年纪念日。代理司政教育部长塔兰卓玛主持活动，副议长卓玛次仁及藏人行政中央民主3大支柱的领导人和各自治机构的代表及部分高级官员出席了活动。代理司政教育部长塔兰卓玛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圣雄甘地以非暴力作为获得自由的方法，
为西藏人民树立了绝佳的榜样。与此同时，在佛里德里希脑脉自由基金会驻南亚办事处的组织下，来自德国和奥地利议员代表团于本周四10月5号开始，对印北达兰萨拉展开了为期3天的访问。在访问达兰萨拉的第一天上午，代表团成员拜访了嘎夏秘书处，并与第16届嘎夏的代理司政、教育部部长塔兰卓玛、安全部长加治卓玛和外交与新闻部长诺增卓玛举办了简短的会谈和欢迎午宴。随后，来访代表团参访外交与新闻部，并与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女士就西藏的现状和藏人行政中央的职能等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秘书长噶玛曲英和助理秘书长郎杰才汪陪同部长出席会议。结束会议后，代表团参观了西藏图书与文献资料馆、西藏人民议会，并参观了乃琼寺。今天下午，代表团在外交与新闻部举办新闻发布会，并在会上回答了达兰萨拉印藏媒体的提问，并就西藏相关重要问题发表评论。此外，荷兰众议院前议员、长期支持西藏的艾丽卡·斯特普拉特女士于上周五9月29号访问了西藏人民议会，受到议长堪波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的热情接待。在与正副议长举行会谈期间，特普斯特拉女士分享了她的政治背景，并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爱与慈悲如何鼓励他在过去多年中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等议题。另外，在正在进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4届会议期间，欧盟在第4项声明中重申了其对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境内严重的人权状况的关切。欧盟在声明中强调，中国政府强迫100多万西藏儿童在强制性国立寄宿学校接受同化教育，并大规模采集藏人的基因和虹膜样本等行为，清楚地表明了西藏境内严峻的人权状况。声明还强调将持续地密切关注西藏政治犯的近况，并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果昔热嘉措、仁钦次诚和多杰扎西等藏人政治犯。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屈真根康对欧盟发表的声明表示感谢，并呼吁欧洲国家持续对西藏境内严峻的人权状况表达关切。此外，位于美国犹他州的藏人协会主席和执行委员于9月21号拜访了来自犹他州第2选区的前众议员克里斯特·斯图尔特，寻求他对美国西藏法案的支持。同样，9月26号，犹他州藏人协会的藏人自愿游说项目的协调员白马恰措仓和长期赞助和支持西藏的史蒂文·普莱斯在市政厅拜访了市长埃里门德霍尔，并提交了犹他州藏人协会的相关报告。请继续关注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在1年1度的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代表噶玛森格与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瓦桑姆于上周六9月30号通过网络和实地出席了由墨尔本汉藏民间交流促进会、中国民主运动联盟、中国新青年民主党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青年民主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秋节团拜会。通过网络视讯出席活动的代表噶玛森格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向所有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朋友致以节日的问候，并感谢他们坚定不移地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他还进一步强调，藏汉人民之间需要有更多的互动，以此加强两族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增进中国人民对西藏问题的了解。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